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14。罗马书8章26节安尼讲：佮信神也亲像安尼扶持咱的软者，因为咱毋知影着怎样祈祷，照所应该的，独信神家己用袂讲出的吐气替咱求。三个来祈祷，用袂讲出的吐气替阮求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阳光甲圣洁的上帝，你是怜悯甲慈爱的天父。伫你全然圣洁无瑕疵的光照中，阮是软弱佮无清气的罪人。伫你的审判台前是徛袂牢的，主啊！总是伫你的怜悯甲慈悲疼痛下面，你一遍搁一遍用亲像老母疼囝的心，疼候阮属你的儿女来活倒转归伫你。主啊！阮的艰苦你拢明白，阮的软弱你拢知。主啊！总是你予圣神来扶持阮的软者，伫阮毋知影着怎样祈祷的时，独圣神家己用袂讲出的吐气替阮求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